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医治血流病的妇人人。耶稣互会堂主管的查某囝搁活。路加福音第8章40节到56节。路加福音第8章40节，耶稣转来时，有一群人甲伊欢迎，因为因拢在听候伊。有一个会堂的主管，名叫做耶路来，伊一个看到耶稣，就拍伫伊的骹前，恳求伊去因兜，因为伊12岁独生查某囝得要死啊。耶稣就甲伊去，有规大群人嘛围围括括缀伊去。迄时有一个妇人人，治着血流病已经12年久，虽然倾家动产找医生，毋过无人会当甲伊医好。伊行倚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3句的手。伊的血流随时止。耶稣讲：啥物人甲我摸？家拢讲无。彼得讲：老师，是群众过来过去的时，甲你看到。耶稣讲：有人甲我摸着，因为我知有大能力对我出去。妇人人知影暗砍袂牢，就皮皮喘。来拍伫耶稣的骹前，伫众人的面前，讲伊是安怎摸耶稣，搁伊的病安怎随时好去。耶稣甲伊讲：查某囝，你的信心互你好起来，平安倒去。耶稣还在讲的时，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来，甲耶路讲：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，毋通阁劳烦老师。耶稣听到，就甲耶路讲：毋免惊，只有信，伊会好起来。耶稣来到因兜的时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甲囡仔的爸母以外，毋准别人甲伊做伙入去。大家拢为着死去的查某囡仔在哭在哭。耶稣讲：毋通哭，因为伊毋是死去，是在困。因为因拢知迄个查某囡仔已经死去，就甲伊踢笑。耶稣牵查某囡仔的手，大声讲：查某囡仔，起来！伊就回魂，随时爬起来。耶稣吩咐因，就互查某囡仔食。伊的爸母非常着惊。耶稣命令因毋通将所发生的代志报人知。默想，一个有血流12年的妇人人，照律法来讲，伊是无清气的。伊所摸到的物件，所摸到的人，也一定是无清气。伊是互拒绝的人，毋过伊煞拍破禁区，进入到会互相相话话人群中，就是要摸耶稣。甚至心内咧想讲，若是我摸到伊的衫机，我一定会得到医治。果然，伊敢若摸到耶稣的外衫的衫机，伊的血流随着好起来啊。然后，全知的主并毋是毋知影是啥甲伊摸，伊是要互迄个妇人人进前来，伫众人的面前表明家己的信心，见证伊的信心有拯救伊，也得到医治。挨落12岁独生查某囝得要死，伊来到耶稣的骹前，求耶稣去因兜甲医。当耶稣医好血流的妇人人的相时，有人来甲讲，伊的查某囝已经死，毋免阁麻烦耶稣啊。毋过耶稣煞讲，毋免惊，干那信，伊会好起来。
果然耶稣一个吩咐，迄个查某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就活起来啊！我有信心拍破传统，超过律法，规日来亲近耶稣，蒙着耶稣得到救恩无？我有信心，当耶稣讲毋免惊，敢若信，查某囡仔无死，敢若困去啊的时阵，我敢是甲正人共款啼笑耶稣，无信伊是会当叫死人对死过活的主。我敢真正对心来相信耶稣已经对死过活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因为12年久的血流，甲社会隔离无仰望的负人人，并以单纯的信心来亲近你，你就成就一切，超过伊所求所想的。你是全知全能的主，伊的心愿你早就知影，你甲伊，搁互伊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赐予阮一粒单纯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甲你相拄。主啊，帮助阮超过理性，相信你凡事拢会。你用话语来创造宇宙甲全世界。你讲爱有光，就有光。当阮信心无够的时阵，求你加添，因为伫你无袂成的事。感谢你耶稣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